今天上午啊，在湖南湘西矮寨大桥，高空王子阿地利带着他的2名弟子尝试完成3人长距离同走1根钢丝的惊险的表演。那么表演呢，在10点半左右啊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先来看看刚刚表演的一个精彩的回放哈。 那么表演现在到底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马上到现场再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看到啊，矮寨今天的这个天气呢还是非常好的，风和日丽的哈。对于这个挑战极限的人来说呢，这个天气对于成功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保障。那我们来看看现场，赵普。 赵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观众朋友，上午好！观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普。现在我是在湘西的德夯大峡谷矮寨大桥上为您做现场直播。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是闻名遐迩的高空王子阿地利先生。 在一条长达1400多米的钢索上，准备创造新的纪录。在我们的解说间里，是新疆杂技团的副团长，也是阿地利先生的最重要的搭档和好伙伴丛保国先生。丛先生，你好！观众朋友们好。那么，早在35分钟之前，阿地利先生 和他的一位徒弟沙特尔已经从这条钢索的2端相向而行了。那么，丛先生，这个阿地利先生和他的徒弟进行相向而行的这个表演，在这样高的这个峡谷上，这是头一次吗？对，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做过，非常具有挑战性。哦，这个动作也是让人觉得这个不可思议的。他这个动作就是举杆向来给他观战的观众们示意，向他们问候。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平衡杆对于他控制平衡非常重要，但是通常都是这个握在下边的哈。哎呦，这是他徒弟沙特尔。对，这个动作可以叫金鸡独立是吧？对。阿地利先生这次的直播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这个说老实话，我们也很抱歉，因为也给阿地利先生增加了不少的负担。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画面啊。阿地利先生的这条平衡杆上呢，他的右手的一侧啊，绑了很多的小玩意儿。这其实呢是我们的微型摄像机啊，可以拍到他右侧的一些细部的动作。同时呢，在他的腰间，在他的领口，都还挂了一些微型的摄像机。那么这个在平常的表演当中也是不常用的吧？对，这也是首次使用。哎，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在它的平衡杆右侧微型摄像机拍到的画面。丛团长，今天我看现场这个风力啊，大概得有3级左右。这样的风力，我看这个阿地利先生通常也没有太把它计算在内。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理想的，这个有利于阿地利试图呢创造一个新的记录。这个做的动作，这个昨天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也不一定就是休息。这个动作其实要从平衡的角度来讲，这个动作其实也非常难。对。坐到一个板凳上，你这样盘腿和做一个钢丝上的感觉，大家会体验一下。还是那么高。阿地利先生在向他的徒弟沙特尔招手，让他往这边。哟，
两个人从现在这个画面的距离上看，大概有个100-200米。200米以上啊。这个镜头啊，两位，一位身着这个红色的表演服，一位身着黄色的表演服，远远，特别是从高处看上去，真的是像两只雄鹰啊，两只雄鹰，而它的平衡杆呢，就像它展开的双翅。这个服装一套红的，一套黄的，给人特别喜庆、吉祥，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比较喜欢的颜色。对，是应该说是这个维吾尔族喜欢的颜色，而这个颜色呢，正好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2种颜色。啊，你说的非常好。他现在呢，应该是在等待沙特尔。这是向这个下边的观众打招呼。前面我向大家报告了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湘西德夯大峡谷。那么这条钢索呢，是距离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矮寨大桥80米的距离。大家注意看啊，在阿迪利这个杆子的下方啊，有一条斜拉索。这样的斜拉索呢，在整个钢索上密布了有多少对啊？48对。48对。那么这些钢索呢，也都是由现在在演播室里和您解说的我们的新疆杂技团副团长丛保国先生领衔带着团队，这个一根一根给拉上的。为了确保阿迪的这个挑战的成功，在这种险势的地形下，加上这个钢索是有一定难度。是。那么现在两位的这个向下而行啊，这个之后我们可以这个预想的画面是两个人可能要交错，要进行一个身位的互换。在这个它这个直径36毫米，高度350米以上，又在一个山谷里头，它有很多乱风，你想把它平衡。如果就山谷里的小气流，哎呦，我看现在这个沙特尔在加速，这个身着黄色衣服的是阿迪利先生的徒弟，举起杆子的是他的徒弟沙特尔先生。那么身着红色衣服的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新疆古老的达瓦兹艺术的第6代传人阿迪利先生。沙特是阿迪利的一个徒弟，他出生1989年，11岁开始师从阿迪利练走钢丝。哦，那也练了很多年了。对，10几年了。好，现在是阿迪利先生停下来了，但是他的徒弟身着黄色衣服的沙特尔呢，在快步的向他走近。阿迪利这是在等他了。对，他们有一个相互的一个配合。阿迪利可能根据今天的天气和气流的变化，对他可能有交代。有交代，对。我们前面向大家介绍，我们钢索搭建的位置呢是在湘西的德夯大峡谷。那么峡谷之间呢，这个气流呢和平原的地方是明显的不同。刚才我们的丛团长也说过了，它有一些乱流，有一些这个峡谷的小气候。对，这个小气候都是瞬间的，它要时时刻刻注意这气流的变化。好，这是我们的应该是沙特尔先生身上所带的一个摄像头，所以我们从这个两位艺术家身上带的摄像头就能捕捉到，其实它的抖动是始终在发生的。对，时时刻刻，它始终要这个平衡杆来进行这个平衡的调节。对，调节它的平衡。好的，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湖南湘西德夯大峡谷正在进行的阿迪利先生的一个高空钢索的一个挑战。大家看到的画面呢是阿迪利先生身着红色的表演服，坐在这条细细的钢索上，而他的徒弟身着黄色表演服的沙特尔先生呢，正在迅速地向他走近。早前我们曾经向大家介绍过，我们一位达瓦兹议员在这条钢索上所产生的摆动力大概要达到多少？有时候大的话，希拉钢丝的调整不是特别理想的话，因为地势的限制，
它的摆动是很大的，左右摆动都是在几十厘米的范围内啊，几十厘米的范围呢，100-200公斤的这个分量啊。那么如果是2位同时出现的话，摆幅可能还要再大一些。对，他这个一个人的摆幅他可以自己来控制，2个人的摆幅就要统一在一块儿，这就是有难度了。有难度了，就是2人步幅要协调。对对对。好，阿迪利先生现在站起来，又开始走动，向他的徒弟沙特尔先生走动。现在2个人的距离已经非常近了。现在2个人差不多有个10来米的距离。是的。哎，身着黄色表演服的阿迪利先生的徒弟沙特尔现在坐在这条钢索上，这个静静的等待。培养了他10几年的他的恩师阿迪利先生，而他坐的位置呢，就正好是为了稳定钢索的斜拉钢索的这个位置。对，结合点。大家注意啊，这个阿迪利先生手上的平衡杆上的这个微型的摄像机啊，不算太重，大概不到1公斤。可是呢，对于平衡杆来说呢，这依然是一个小小的负担。这里面就是一个小的细节，在他临出发前，为了这个媒体的画面，给他绑了很多这个微型的摄像机。对。他这个摄像机呢绑完了以后嘛，他准备试走的时候，他抬起平衡杆，这个平衡不对了，他把位不对了，又重新要调整他的那个把位。我看他出发之前把把位又重新调节了一下。对对。因为他那个摸脏的那个位置是他原来的把位，那个现在的把位呢又缠上了新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胶带。对对对。好的，2位现在大概只有2-3米的距离，2个人2条如此长的平衡杆，2个人会完成身位的互换吗？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身位互换的瞬间，请注意，要知道这是350米的高空，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这个是多少人？这个高空握手，很亲情。这是胜利会师，2个人这个胜似闲庭信步一般的在高空对谈。这个位置是应该是他的师傅阿迪利先生身上的摄像机。他们今天的表情都还比较，和这个天气一样，比较轻松啊，云淡风轻，云淡风轻。啊，2位同时向大家挥手致意。这个高空换位，他们2个人，我看他们的表情，他们是在交谈，如何来完成这个动作？应该是在商量。因为观众朋友，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阿迪利先生和他的徒弟挑战350米高、长达1400米的这条高空钢索，之前他们是没有预演的。2位没有在如此高的峡谷上预演过，也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这是第1次表演。对，这个钢丝架设的时间非常短，他们昨天下午才试走了一下，根本没有机会做这个练习。那么在如此高的峡谷上进行身位互换，据您的观察，最大的难点在哪儿？还是平衡问题。平衡的问题。平衡问题。他们2位是应该把这个平衡杆竖起来再交错吗？他们可能已经设计了几套方案啊，我不知道根据今天的这种情况，他们采取哪一套方案来进行这个高空护卫换位这个行走。让我们拭目以待。也就是说，他们会根据这个此时此刻的情况来选择究竟哪一套方案最适合他们。对，你说的非常对。阿迪利先生在向下边350米峡谷的这个谷地的这个观众朋友挥手致意。
我刚才啊近距离的观察了一下阿地利先生在行走之前的准备啊，这个我发现他的这双靴子呢，靴底非常的薄，然后呢，这个防滑的效果应该要高于我们普通的这个一般的鞋底。是这样的，它这个鞋底非常软，它软了以后，它和钢丝有一个接触，它脚底会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很重要，脚感好。对，他们民间的传统打瓦子是赤脚走的。哦，赤脚走。对，现在在钢丝上完了，现在穿这种靴子走。对，软羊皮制作的。那么丛团长，我们知道这个钢索出现的历史也并不长。过去因为达瓦兹有2000多年的历史，过去那么达瓦兹演员他们所走的这个索道是用什么制作的？当时就只是用那个羊毛编织的绳子。哦，用羊毛编的，这个耐久性和结实的程度都够。强度不够啊，所以它这个艺术的发展也是逐步的随着进步，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对，就是当这个现代工业，这个特别是制造业，有这种强度、这种长度的钢索出现以后，才给他们实现这个新的记录，创造了可能性。对。过去民间这个打瓦子表演，他们用羊毛绳，也没有钢铁之类的可使用，他们就用当地的就地取材，杨木，杨木的高度也不是很高。好，现在这个阿地利先生为什么现在这时候又采取这个倒走的这个办法？因为昨天试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是走了大概200-300米，又倒走回去。倒走的难度对于达瓦兹演员来说，是不是比正着走要更难一些？这完全靠他的感觉了。靠感觉。还有观众朋友也很好奇一点，达瓦兹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自己的这个脚下的钢索，还是目视前方呢？目视前方。是目视前方的。对。也就是钢索，它完全要靠自己的脚来去摸索。对，去感觉。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靴底的这个感觉就非常重要了。对。现在呢，阿地利先生采取的是他退，然后呢，徒弟呢来这个进的这样一个走法。此前呢，我们还预告过啊，阿地利先生呢还有一位女弟子，也是他唯一的一位女弟子，她的名字叫阿姆夏伊古丽。对。阿伊夏木古丽。出生在1984年。1984年。对，今年29岁。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他的女弟子阿伊夏木古丽，一位非常漂亮的维族姑娘。昨天她也试走了一下。其实今天呢，按照计划呢，在沙特尔出发之后呢，阿伊夏木古丽应该是紧随其后。是这样，对吧？但是目前呢，我们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个导致阿伊夏木古丽没有紧随其后。因为现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啊！现在这个沙特尔先生呢又坐下来了。这个我想他们两位是不是一直在这个还在考虑这个如何交换的这个问题？他们一直在调整做高空护卫行走的一个准备。好，请注意，他们可能是要采取这样一个办法。哇！师傅踩着徒弟沙特尔的胸口，要踩着胸口过去吗？没事。那这一瞬间的平衡，这是2个人的配合，难度很大，因为他不可能跨过他整个的身体。对。他成功了。哇，这个动作在这个我们看来只是轻轻的一跨，但是这个真是。这个心悬到嗓子眼了，因为这个等于迫害了他，成功了。对，他们现在向观众们致意。我是没想到他们的身位互换，居然是以其中一位演员躺在那儿，然后踩着他身体过去这种方法。躺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要保持他自己的平衡。完了以后，你在他身上要踩过去的话，他马上离开钢丝，他脱离了钢丝，再寻找一个平衡。还有一个小的一个跳动，对钢丝的撞击和摆动，都是影响很大的。我现在在想啊，这个阿地利先生的唯一的一位女弟子阿伊夏木古丽，因为还在这钢索的一头啊，
也没准是在阿地利先生接近这位女弟子的时候，阿伊夏·穆古里可能和他相向而行，然后让这个沙特尔先生继续走向他的终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啊。也就是说，让这位女弟子呢走的稍微短一点，因为我看他们两个可能是各走了大约50%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是吧？目前是这个距离，他们都要走到对方相向的一个终点去。好的。好的，现在我们看到阿地利先生的唯一的一位女弟子，也是期待着能在今天创造一个世界纪录的阿伊夏·穆古利，这位生于1984年的达瓦斯女演员，已经开始向她的恩师阿地利先生走去。3个人走上钢丝了，这个高空换位如何进行？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进行过的，从来我没有看见过。而且我突然发现，阿伊夏·穆古利要迎接的挑战似乎比他的师傅和他的师兄沙特尔，比他的师弟沙特尔还要难，因为发现他穿的是裙子。对，这裙子在风中的摆动也很影响到他的平衡，是吧？这个裙子，这种裙装好像对这个气流扰动会影响更大。对。阿伊夏·穆古利，作为达瓦斯的女的表演者，走这么长这么高的钢丝，又是3个人要完成一个空中的换位行走，这是第一次。如果成功了，这将创下一个新的世界纪录。我们预祝他成功。好，我们一起预祝这位达瓦斯女演员能够今天挑战成功。我们来看一下早前，阿地利先生和他的徒弟沙特尔先生进行这个高空钢索身位互换的这样一个精彩的瞬间。实际上我们看啊，当这个达瓦斯演员把身体躺在钢索上，本身就是一个很难控制的，还要经受这个互换表演者的这样一脚踩踏，这个冲击力很大的啊。虽然是一瞬间，这个能不能透露一下阿地利先生的体重大概有多少？70公斤。70公斤，140斤，大概1秒钟的时间过去。问题是，两位都要同时保持平衡。大家看一下。就这么轻轻一下，就这么轻轻一下。真是艺高者胆大呀！好的，这个所谓艺高人胆大啊，我们通过刚才，阿地利先生和他的徒弟沙特尔这样一个在350米的高空，直径只有3.5厘米的钢索上的身位互换，就可以这个深切的感受到。那么在这两位进行身位互换之后呢？我们看到阿地利的唯一的一位女弟子阿伊夏·穆古利已经这个款款的向她的师傅走去。从阿伊夏·穆古利身后的这个镜头看过去，她距离阿地利先生还有不短的距离。是的，还有大概300-400米要走。刚才呢，我们的解说嘉宾新疆杂技团副团长丛保国先生也说了，如果这位女演员挑战成功，将创下什么记录？新的一个世界纪录。在如此长的钢索上，如此高的峡谷上进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这行走的唯一的一位女性。对，无保险。风很大。哎，这时候突然我们发现这个风力变得大了起来，比阿地利先生和沙特尔先生刚刚出发的时候风力似乎又大了一些。对。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见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一刻啊！阿地利师徒交汇，成功的进行了这个身位的互换。那有关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稍后还会持续的进行关注。